你那么一人呢不？就是话，你从你古哈嘛那你过，是吧？意思呢，一直都不吃你肉的苦嘛，我明啊喽。停下来，我可是你一直都不吃你肉的意思喽，一直都不吃你肉的意思么呢？后头一辈子我爹那么啊喽，不嘛肉是那个喽。是吧？意思呢，一做派一那么一辈子我爹那么一直都不吃你肉的苦喽。他妈呢，嘛大有几天了嘛，啊喽，被肉是那个喽。肉米呢，他妈qua家家的乌沙肉的苦的嘛，肉呢，只说是在这不拉嘛，是把它只说就是不拉嘛呢，就嘛后头肉呢，一辈子里爹那么啊喽，被妈咪不过对了。过了呢，肉也嘛是把一岁辈子我爹那么啊喽，记得嘛呢，可能是个错喽，是把一岁辈子我爹那么呢后头啊喽。过了呢，肉的呢，在学家的肉呢，是把它只说啊喽，是把可能个生活白谈那呢，是嘛也后头肉呢，乌沙辈子我爹啦，乌沙呢肉辈子我爹啦，不嘛就在你中啊喽，里边呢你妈咪过，是把一岁呢，一直都不吃你肉嘛的，一辈子里爹那么，夸嘛里边，因啊没肉的，一辈子里爹那么苦的喽。记得嘛，女爷嘛，俺呀，都学的咱们干嘛？俺呀，你把阿舅嘛呀，那把你是拉喽，那把天后天嘛呀，是把呀，一辈子我天那么苦的喽。过了年肉你都在做嘛呀，肉的是把苦的嘛呀，一辈子里天那么我嘛是打死你，就阿学呀，俺你嘛也后天，肉呀，无啥辈子里天是你，一那么无啥辈子我在学那么，是把辈子我抽筋那么别你，说的在你的我别你嘛，是下头靠背就在么个那么俺喽。过了年肉呀，是。白色的袜子，就是呢，是白色的袜，可带点来呗，你嘛别恶意，你跟你说了，还是在沙漠。